聚光燈下的童年，從來都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8歲的馬格斯牽着母親的手走過機場通道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書包上那個卡通恐龍掛件即將成為全網熱議的焦點。狗仔隊的鏡頭像飢餓的蜂群般圍攏，閃光燈把男孩稚嫩的臉龐切割成明暗交錯的碎片。當天晚上，社交平台上鋪天及地的評論如潮水般衝來，那些尖刻的字眼像釘子一樣扎在虛擬世界的公告欄上。單親家庭果然有問題，看那怯生生的眼神，沒爹的孩子注定缺愛。這些帶着偏見的論斷，在算法推波助瀾下迅速佛教成一場針對孩童的網絡霸凌。馬格斯或苦船不完全理解那些成語的含義，但他能感覺到母親握着他的手突然收緊，能察覺到周圍空氣裡那種黏稠的惡意。像柏茲在化妝間裡看到手機屏幕上滾動的留言時，睫毛膏旋沒卸乾淨，鏡子裡映出他略顯疲憊卻依然挺拔的脊背。他沒有摔手機，沒有發長文控訴，只是輕輕摸了摸兒子熟睡時微微顫動的睫毛。第二天的品牌活動上，當主持人試圖把話題引向育人困境時，全場突然安靜得能聽見快門聲的餘音。像柏茲接過話筒，嘴角甚至掛着得體的微笑。他說：我的孩子不需要被定義，因為他本身就是完整的答案。這句話像一顆投入沸油的水珠，瞬間炸開了整個潰場的沉默。記者們面面相覷，那些準備好尖銳問題的同行突然發現自己的筆記本上寫滿了無效的預判。原來最有力的回擊，從來不是歇斯底里的辯解，而是輕描淡寫地拆解掉對方預設的戰場。在那場活動之後的72小時裡，整個輿論場經歷了一場奇異的化學反應。最初挑起事端的營銷號開始悄悄刪除煽動性貼子，那些曾經跟風嘲諷的網友突然發現自己的評論下面出現了大量反駁的聲音。一位人同心理學教授在直播中坦言：我們慣於用完整家庭這種過時框架去衡量孩子的幸福，卻忽略了愛的質量遠比家庭形式更重要。馬格書包上的恐龍掛件意外成為某種象徵符號，網友們開始考古像柏茲這些年的育人細節，他如何在凌晨4點起床準備便當，如何在拍戲間隙視頻輔導功課，如何每年獨自帶2個孩子完成一次長途旅行。這些細碎的日常拼湊出的不是苦情單親媽媽的形象，而是一個把生活經營得熱氣騰騰的普通母親。有人翻出3年前馬格斯畫的一幅畫，歪歪扭扭的彩虹下面站着3個手牽手的小人，標注是媽媽、哥哥和我。評論區最高讚的留言寫道：原來孩子眼中的家，從來不需要外界規定的標準答案。輿論的潮水開始轉向，那些曾以為你好為名進行道德綁架的聲音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對隱私邊界的重新審視。有媒體人撰文反思：我們憑什麼把一個8歲孩童的私人生活當作公共議題？當討論的焦點從缺不缺父親轉移到如何尊重個體選擇時，整個事件的性質已經悄然改變。像柏茲沒有趁勢打造什麼獨立女性人設，也沒有借助這波流量進行任何商業變現，他只是繼續在社交媒體分享馬格斯學騎自行車摔進草叢的搞笑視頻，分享小兒子把牙膏擠滿洗手台的日常崩潰。這種近乎固執的平常心，反而讓那些等着看他反擊的人失去了着力點。有趣的是，同期發生的某頂流明星離婚大戰吸引了部分火力，但馬格斯事件留下的精神餘震更為持久。他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圍觀者內心深處對非標準家庭的隱性歧視。一位單親爸爸在論壇裡寫道：謝謝你們讓我兒子看到，原來被群嘲的不是我們的家庭裂扣，而是那些狹隘的眼光。這場始於惡意的輿論風暴，最終催生出某種溫和的覺醒。人們開始用放大鏡檢視自己的發言是否帶着預設的審判，開始思考完整這個詞究竟由誰定義。像柏茲在後來的一次雜誌採訪中偶然提及，馬格斯問過他為什麼最近總有人拍他，他蹲下嚟平視兒子的眼睛說：因為大家覺得你很特別，就像動物園裡來了隻小熊貓。
Marcus 樂樂笑着追問那有沒有人拍紅毛馬馬，母子倆的對話中只在冰淇淋車的音樂聲裏。這段跌是被記者當作花絮寫在文章末尾，卻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它展示了一個母親如何用童話濾掉現實的沙礫，如何在孩子心中築起不因外界搖晃的島嶼。當我們在鍵盤上敲出沒得的孩子時，其實暴露的是自己對家庭形態想象力的匱乏。那些認為單親等於殘缺的人，或苦從未見過 Marcus 在母親生日時用樂高拼出的立體賀卡，從未聽過他在學校朗誦比賽裏用清脆童聲背誦將進酒時的從容。孩子的成長像植物向光生長，而愛的光源從來不止一種形態。深入審視這場風波的那刻，佢發現他折射出的是整個社區對非典型親密關係的焦慮投射。我們生活在一個習慣用標籤簡化複雜人性的時代，離異、非婚生、收養、重組，這些詞彙被粗暴地等同於問題家庭的速寫符號。當像柏茲說出那句完整的答案時，他其實在挑戰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那種將血緣與功能劃等號的陳舊認知體系。有趣的是，那些最熱衷於討論 Marcus 缺乏父愛的網友，往往對自己的父親關係疏於經營。心理諮詢師林苑在播客裏分享過一個案例，他接待的青少年來訪者中，來自所謂完整家庭卻感到情感匱乏的比例遠超單親家庭。我們執着於肉眼可見的家庭結構，卻忽略了微觀層面的情感互動。這種視覺轉換讓許多開始反思的網友感到脊背發涼，原來自己參與的網絡狂歡，本質上是在用他人的生活填補自己對不確定性的恐懼。Marcus 事件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漣漪擴散到教育領域、法律界甚至文藝創作圈。有小學教師開始調整班繪課關於我的家庭的主題形式，避免讓特殊家庭結構的孩子成為被審視的異類。有編劇在作品中加入非傳統家庭但充滿溫情的角色設定，試圖打破影視劇裏對單親母親的刻板演繹。更有法律學者呼籲完善網絡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若鍵盤審判不再能以言論自由之名橫行。這些細微但深刻的變化，遠比爭論誰對誰錯更有建設性。像柏茲本人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了一種近乎禪意的沉默，除了那句石破天驚的回應，他再也沒有對輿論做出任何直接反饋。這種沉默不是怯懦，而是對喧囂的最高層級蔑視。他把能量全部消耗在真實的生活裏，比如帶 Marcus 去天文館看隕石展覽，比如在廚房裏教他分辨醬油和醋的勾別。狗仔最拍到的畫面永遠是他蹲着繫鞋帶，舉着防曬衣追着跑，把冰淇淋帶過去時先舔掉融化滴落的部分。這些瞬間無法被任何惡意解構肢解，因為它們太具體、太瑣碎、太具有無法偽造的日常質感。當網友開始自發製作 Marcus 成長溫馨瞬間合集時，最初的嘲諷早已消散在數據洪流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集體性的愧疚與補償心理。但像柏茲拒絕接受任何受害者頭銜，他在私人社交賬號後被粉絲截圖傳播，寫道：不要同情我們，要羨慕我們。這句簡短的話背後，是一種將劣勢轉化為特質的生存智慧。他把單親身份沖到的負擔變成了生活方式選擇，就像有人選擇住公寓，有人選擇住大院子的平房，沒有優劣，只有擇配。Marcus 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超乎年齡的穩定感。他在學校依然會因為算錯數學題缺嘴，依然會在春遊前夜興奮得睡不着，依然跟哥哥闖最後一塊炸雞。這些尋常到無聊的細節，恰恰構成了對異常論最有力的反駁。那些想從他身上尋找創傷痕跡的顯微鏡，最終只照到了一個普通男孩普通到令人失望的日常。失望本身即是一種勝利，因為它證明了預設的崩潰從未發生。或許我們應該感謝這場風波，儘管它起步於惡意，卻意外逼出了社區認知中那些隱藏的病灶。當人們爭論父親角色是否不可替代時，真正的議題其實是我們能否容忍多樣性的生存形態。生物學意義上的父系缺失，
如情感意義上的陪伴充盈。在馬吉斯的生活裏，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舅舅會陪他踢足球，外公教他下象棋，母親的好友定期帶他去露營。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以更流動的方式浸潤着他的成長。這種非典型的養育網絡，其實比核心家庭更接近人類遠古時期的群居模式。諷刺的是，我們批判現代社區的原子化孤獨，卻又在苛責那些試圖建構新型支持系統的人。馬吉書包上的恐龍掛件最終被品牌方復刻成公益產品，收益捐贈給單親家庭支持機構。但這個商業插曲很快被像柏茲團隊淡化，他顯然不願讓危子成為任何運動的符號化工具。這種克制難能可貴，因為一旦捲入身份政治的證明運動，孩子就會從具體的人變成抽象的旗幟。馬吉斯依然需要面對考試不及格的摧喪，被同學取笑髮型的氣惱，養的金魚死掉時的悲傷。這些才是他真實的人生考題，而非全網替他預設的如何面對殘缺。當我們在熱搜榜上消費着別人的悲歡時，那個男孩正在用橡皮擦修改作業本上的立字，正在因為學會係蝴蝶列而歡呼，正在把母親的口供當成擦筆在鏡子上作畫。這些正在發生的熱氣騰騰的生命現場，才是抵抗所有宏大敘事的最佳堡壘。輿論的潮水終將退去，但沙灘上會留下貝殼和海星，那些被沖刷出的新認知或苦會在未來的某次類似事件中再次被喚醒。像柏茲的那句話之所以讓全場啞口無言，是因為他跳出了受害敘事和反擊敘事的二元框架，直接聲擁到存在主義層面的自信。我不需要向你證明我完整，因為我本來就完整。這種底氣不可能來自公關團隊的文案，它只能源於無數個深夜暴雨、清晨送學、週末陪玩的累積，源於母子之間用時間澆築出的默契暗號。馬吉斯在母親節送給像柏茲的卡片上歪歪扭扭寫着：你是最好的媽媽，雖然你總是不讓我多吃糖。這個雖然後面跟着的永遠是具體的生活細節，而不是抽象的社區身份。或許這才是最值得記錄的部分。當全網在討論缺不缺父親時，當事人關心的只是今天能不能多玩10分鐘平板電腦。這種立位本身就構成某種黑色幽默，提醒我們網絡討論與現實生活之間永遠隔着無法逾越的次元壁。最終，馬吉斯依然會在未有父親的環境中繼續長大，但關於他的故事或許會讓下一個非標準家庭的孩子少承受一些好奇的目光。那些目光曾經像探照燈一樣掃射他們的餐桌、書包、校服領口，現在開始學會輕輕移開，給普通人應有的灰色地帶。灰色不是模糊，而是對複雜性的尊重，是對每個家庭閉門之後冷暖自知的敬畏。當我們學會用我不知道代替我斷定，用或否代替必然，網絡生態才能從鬥獸場變成花園，允許不同的植物以各自的姿態生長，而不是要求所有玫瑰都長成同一個公式。8歲的馬吉斯不會永遠停留在8歲，他會帶着他的恐龍掛件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而世界終將學會不對着他的行李貼紙指指點點。因為真正的成長發生在鏡頭關閉之後，發生在點讚計數歸零之後，發生在每個家庭關上門之後，那裡沒有觀眾，只有生活本身綿長而具體的呼吸。讓我們在落幕時做一次清醒的深呼吸。這場圍繞孩童家庭裂扣的喧嘩，本質上是一面映照集體焦慮的鏡子，而非任何人的獨角戲。像柏茲的從容不是勝利的宣言，而是個體選擇的自然流露。馬吉斯的日常不是弱者的反抗，而是生命本能的舒展。作為旁觀者，我們最該警惕的是將自己代入裁判席的衝動，既不必為單親母親高唱讚歌，也無需為傳統家庭搖旗喊。真正理性的姿態是承認所有家庭形態都有其幽暗與光亮，承認愛從來無法被標準化生產。當手指劃過屏幕時，請記住每個名字背後都是繪痛繪笑的肉身，每條評論都可能成為某個人深夜咀嚼的沙礫。我們可以選擇不傳播未經核實的揣測，不放大結構性的偏見，不給孩童的童年增加多餘的注釋。
和平吃瓜的最高境界是允許他人以你無法理解的方式獲得幸福，並且相信那種幸福與你所知的同樣堅固。畢竟，衡量家庭質量的永遠是清晨的燭溫、睡前的故事聲、生病時的額頭撫摸，而非戶口本上的名單排列。願未來的輿論場少一些為你好的審判，多一些隨他去的豁達。願每個孩子都能在屬於自己的時歐裡慢慢長大，不被任何標籤釘在流量的十字架上。當我們沉默時，請記得沉默有時是最大的善意；當我們發言時，請確保那句話值得被印在孩子的記憶裡。這世界已經足夠喧鬧，安靜欣賞彼此不同的活法，或許才是最高級的理智。